感谢苏美哦，咱继续来关心伫国外摕到气科学历的泡泡气科医师的争议佮个传销。基层的气科医师团体哦是宣布讲，因立誓要上街头去抗议，要求卫生福利部优化偏向医疗精进计划，得爱取消。部长邱泰源嘛指出讲，这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目前55个无气科医师的上乡镇，欠业嘛是以本国医师来优先哦。部长是强调讲，伊会用上大的诚意来处理争议。 只锁定在真的现在没有牙医的55个乡镇，一定有执照才能到那边。那而且是以本国医师为优先。我们未来计划如果有内容有改变，一定是公开透明，做好社会共识，才会来讨论是不是要改变，把这样的精神弄在这个计划里面做修正。本土小孩这边一定要知道，政府用最大的诚意。 来处理，希望来周全来处理这个长久以来的争议。基层的气科医师团体这礼拜要行上街头来表达讲，因反对政府利用偏乡的名义，要帮摕到国外学历的气科医师来开后门。今仔下晡有一寡医师的家长嘛，准备要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抗议。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，因最近会针对国外医科的学历来加强审查。